講起功夫，全世界都公認李小龍係一代宗師，但原來李小龍本人都好尊重奸人堅石堅，覺得佢功夫好犀利㗎。最有代表性嘅例子，就係當年拍精武門嗰陣，李小龍特登點名要揾石堅同佢做對手戲。點解李小龍要咁做？原來石堅唔止係影星，佢當年係代表過香港國術總會帶隊去內地表演嘅高手，好擅長地堂刀，仲有北派螳螂翻子門嘅綜合武術，真係有真材實料，所以李小龍先會揾佢做嗰場經典格鬥嘅對手。大家都知石堅嘅北派螳螂腿好污，但原來石堅闖蕩影壇多年，都遇過一個連佢都驚三分嘅高手。呢位高手咩來頭？聽講佢練過洪拳同白鶴拳，最誇張係當年喺廣州一間古董店，佢竟然單手拉開咗一把武狀元用，需要300斤拉力先拉得喐嘅強弓，連個老闆都嚇親，話從來未見過有人拉得開。講返點解石堅會遇到呢位高手呢？呢件事係由功夫明星林交爆料嘅。當年拍黃飛鴻系列電影，揾咗關德興師傅做黃飛鴻，戲入面要揾好多武師同關師傅對打，石堅亦係其中之一。你知啦，以前拍戲邊有咩武術指導㗎，全部都係真功夫自由發揮，導演只係話，最後你要輸俾佢。石堅聽講關德興嘅南拳好勁，拍戲前仲特登喺小腿藏咗幾口鐵釘，驚俾關師傅啲硬橋硬馬劈傷。點知原來關德興都聽過石堅嘅螳螂腿厲害，暗中喺手臂紮咗足架護體。點知最後拍攝過程意外地順利，原來關師傅當時已經潛心向佛，打起上嚟招招清晰，但就唔會鬥狠，所以兩位高手反而合作得好流暢。不過，據林交當年喺電視台分享，其實同石堅打得最激烈嘅，反而唔係關德興，而係劉家良嘅老豆劉湛。劉湛師傅係黃飛鴻徒弟林世榮、朱玉榮嘅傳人，拍黃飛鴻電影點可以輸陣？結果兩個人打打下好似變成真打咁，甚至有人打到跌咗喺地。